你好耐冇玩大戰場啦，今日嚟玩。今日玩追波個新模式啊！只不過今日係解雪球嘅，唔係嚟踢波嘅。順便做埋嗰個比賽開始。邊個打我？哇！直接嚟1號位嚟解說。哇！呢個守門員仲想襲擊我，呢個盾仲想襲擊我。OK， 暫時我方2比0，定係最高點位嚟解說。我呢個盾球傳係我方嘅球，我瞬間變成2比1。哇！呢個盾球仲哇！呢個波瞬間傳落去我哋方個手嗰度，非常之靚。我方喺度搶波，我方球員直接踢喺對面。敵方竟然採出鐵絲網，哇！好波中，我方球員根本不是壓力，又放喺對面個波度。邊個嚟搶波呢？我哋睇下。嚟！敵方喺度打緊毆打，我方俾敵方打死，竟然毆打。比賽係公平公正嘅，我哋要罰呢位球員。呢位球員竟然試圖逃跑。OK， 當場解決球員。我哋再嚟翻我哋嘅解說位置，直接上高點位。我方球員又嚟進攻一發，敵方球員好似退出喎，係咪中途受傷啊？好波，直接嚟呢度。看波，敵方球員真係，多咗一位威龍球員。威龍球員身手敏捷啊，仲想貼 C4攻擊我方球員。我哋個比賽係公平公正嘅，仲想貼 C4攻擊裁判。仲唔服喺度攻擊我們，好新手喎呢位球員。但難道你唔知道你係又貼我身？好彩未死。呢位球員仲試圖攻擊裁判。必須罰啊！我方增加到2位球員，你貼一個，打死我！仲未死？死啦！我哋嚟返1號解說位置。仲毆打裁判官，直接一個鐵絲，一個威龍姿勢，發個紅包自己攞，直接威龍飛噴，直接一個姿勢擺過去。
咪照思勢加速。哇！好波我哋嘅後援，歐打台好 good，仲要擊殺裁判官。我哋再嚟翻我哋，哇！呢個波好精彩啊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視頻，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